欢迎收听台语讲怪奇。伫1920年，伫印度莫亨佐达罗这个所在发现一个古城，因为这个城起伫水边仔的山峦顶头，人甲号做死亡轮古城。古城四界拢有，印度这个死亡轮古城，敢有较怪奇？有哦，这个古城上有名的，就是真侪人怀疑讲，较早伫遮发生过核子战争。古早时战来战去，这定定有诶啦。毋过，你讲核子战争，这敢有啥证据？你是毋通黑白讲哦。这毋是我黑白讲，这是听人讲的啦。哦，别人是安怎讲的？伫印度有一个3500年前流传落来的故事，内底是咧讲一场古早时代所发生的战争。所败是3500年前的战争？毋是啦，当初讲故事的人嘛是听人讲的。战争是搁较久之前，差不多4600年前所发生的代志。哈？遐久之前发生的事件，甲核子战争有啥关系？听讲因两边在相战的时阵，若有野岛的军队，搁有在天顶飞的 UFO， 伫遐射飞弹，咻咻咻。啥物？迄个时阵就有飞弹？嘿啊，因两边的 boss 拢使 UFO， 在天顶射来射去，乒乒乓乓。搁有一台 UFO 飞去三个城市顶头，原子弹甲结落，嘣！大爆炸！哎哟，这哪是战争？听起来根本就是大屠杀嘛！迄爆炸的光，亲像日头遐尼插目，城内的人拢总死了了。较远的所在，迄寡兵仔身躯拢着火，总比赶紧脱落来，随时就跳落去水内底浸。甲遐奇，迄个时代就有 UFO， 阁有原子弹，这真正有够怪奇的。你毋着讲好较详细咧？有趣味吼！我专工去找迄个故事出来看，发现一件搁较怪奇的代志。哈？紧讲紧讲！迄个故事内底，嘿嘿，根本就无写着啥物伫天顶咧飞的战车啦、飞弹啦、原子弹迄款物件。你头拄仔讲遮久，拢是偷白转哦！你无采我的时间？毋是啦，我头起先就有讲，这是听人讲的，听人讲的无得负责的啦。即寡有诶无诶是听谁讲的？叫伊出来负责。这件代志上早是随事一个最有名的得奖的作家讲的。伊伫1968年出一本册，内面写讲，古早有真侪无法度解说的代志，拢是外星人母诶。得奖的作家，伊是得啥物奖？伊摕到1991年笑亏诺贝尔奖。无怪伊会得即个奖。好，咱转来讲今日的主题：印度的死亡轮古城。对吼，听到 UFO， 煞差一点仔袂记起咱今仔即个主题。这个遗迹是伫1920年发现的，伊规划甲敢若基盘咧，城市内底的交通真利便。安尼应该是先甲城市规划好才起的，才有法度甲路去做基盘型。这个城市的建筑足先进，2层楼的厝，好，逐间拢有马桶，阁有规划大型的下水道系统。几千年前呢，竟然有下水道的设计。而且这个城市规模足大，专家研究，当时应该差不多有4万人住伫遮。想袂到，印度人的祖先遮尔厉害。是毋是印度人的祖先？这就歹讲啊，因为挖出来的物件顶头的纹理甲印度文无共，无人看有。所拜，
迄个文明已经灭亡啊，是安怎无去的？4万人呢，上无嘛应该有留一寡线索互研究啊。若讲到古早文明的灭亡，一般咱想到的拢是迄几个理由：天灾啦、战争啦。无的确是外星人甲因接转去。莫袂前辈就先牵去外星人遐，外星人嘛是介无辜。我本底是要接讲，凡世是破病死了了啊！啊，若是外星人，安尼就无趣味啊。好啦好啦，无是倒一款，你讲看卖。咱拄则有讲到，这个城市起伫水边啊，经过专家的研究，较早因把互水因几若摆，有人讲因挡袂牢，搬走啊。毋过水若摕，就会使转去啊。无，遮尔大个城市，规个放互去，毋是足拍算。嘿啊，迄个时代，你是要搬去倒位，才有法度逐间厝拢有便所通去。便所敢是重点？便所介重要呢？迄是咱已经惯势啊，无感觉。你若搬去无便所的所在大，你就知啦。想想咧，安尼讲嘛是对啦。叫我搬去无便所的所在大，我则无爱。而且便所嘛毋是凊彩去就好，伫去之前就要先学下水道才会使呢。迄大工程哦。下水道，敢会是因当初饮水的时，大水流入去下水道满开，煞规个溪拢浮起来。操一个煞无人敢大。心理创伤咩？其实吼，当初伫学死亡论构成的过程，阁有学到40外副的死人骨头，有的规定死伫路中，有的死伫厝内。是臭死的，还是去互水淹死的？拜托的，臭死的是看会出来哦。哪会看袂出来？你看伊的手是毋是按伫鼻孔遐？啊，若一只手按伫喙的，另外一只手放伫腹肚遐，你敢会讲伊是笑死的？啥？阁有学到笑死的？无啦，安尼迄个人就是互水淹死的嘛？我认为毋是，若是做大水淹死的，应该会遮一个遐一个安尼。若真正水伤大，规个呛了了，嘛袂讲规定死伫路中才对啊。有道理。而且因规定倒伫遐，就是讲事件发生了后，拢无人转来整理。若是4万人呛了了，无可能留迄几个。安尼，敢会是战争的关系？战争是一种讲法，因为死亡论构成灭亡的时阵，拄好是阿里安人世界发动战争的年代。所以啊，因真有可能是去互阿里安人拍死的。啊，毋过带4万人的所在，若是战争，应该会死真侪人啊。剩的人咧，连骨头都找无。搁再讲，因文明发展遐尔啊悬，要甲人相战，敢会死？若连骨头都找无，安尼嘛无可能是破病死的。若有真侪人破病，死甲袂附台，一定会学到真侪骨头才对。嘿啊，因灭亡的因端过4000多年，已经找无证据啊。后来伫迄个所在活动的人，对这个古城的代志完全无任何的记录。哇，因人会遮尔歹呢，拢无朋友通甲因祭拜哦。就是安尼，完全死无人知呢。阁有一件足奇怪的代志，当初伫学这个古城的时阵，学到足侪玻璃。敢讲，迄个时代就发明玻璃啊？毋是，遐无学到啥玻璃管啊。毋过迄颗位啊，规涂骹拢是脆鼓鼓的玻璃，甚至连壁顶嘛有。因就甲迄玻璃送去实验室研究。敢有研究出啥物怪奇的代志？好，一研究落惊死人，
迄玻璃竟然是普通的土刷，经过1400度烧过，然后温度熊熊降落，再变做迄款玻璃。哎哟，1400度，是发生啥物代志烧到安尼死？后来因才发现讲，迄竟然是一个爆炸的现场。遮拄好，咱之前才讲到王工厂大爆炸，这回又搁是爆炸。这个爆炸无输王工厂迄个，为爆炸的中心对外围算出去，1000公尺以内所有的厝拢总无去。惊死！这爆炸的规模遮尔大，规个城市就因为安尼无去，嘛讲会得过啦。发现这个危机到今已经超过100吨啊！100吨前的专家完全想无这是啥物状况。敢会是去互火流星击着？哪有一日到暗的火流星？无遐拄好啦！这件代志一直到几十吨了后，科技发展起来，有人将因当初学到的骨头摕去化验，竟然验出有辐射留伫顶头哦！哈，无怪会有人主张讲，古早时发生过的核子战争。迄就是迄当阵拄好是冷战时期，大家足惊会发生核子战争，毋知想着要去验看卖。是讲超过4000年，敢搁验会出辐射？我也知，有个人讲有，有个人讲无。我想应该是无啦。你哪会当确定？若有辐射，敢有可能开放互人去遐佚佗？遐搁有开放哦。安尼若有人要去印度佚佗，会当去迄个所在行行看看咧吼。嘿嘿，即摆若去印度是看袂到的啦。哈？你有搁伫甲我骗？毋是啦，发现古城的迄个所在，后来因为巴基斯坦独立建国，就变做巴基斯坦的领土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我想讲你搁伫甲我骗。无啦，我哪会敢甲你骗？若准讲是甲你骗，怀疑迄拢嘛是听人讲的，我是无得负责的哦。无负责，搁敢讲甲遮大声？安尼感谢大家今仔日来收听《台语讲怪奇》，我是鸟豆，我是嘉雄，咱后回再会哦。